国当局在东突厥斯坦实施了高压政策。中国政府在集中营拘留了数百万维吾尔人，并在教育系统中消除了维吾尔语。据最新报道，中国当局试图将同化政策扩展至其他突厥国家。据媒体报道，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在诺尔苏丹向哈教育和科学部捐赠了一批中文教材，教材总价值27.5哈萨克斯坦千格。去年12月份，哈萨克斯坦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结束中国访问后指出，纳扎尔巴耶夫学校的学生要求学习中文。另一方面，在土耳其加济安特普市，土中友谊协会举办了一个介绍中国文化的书展。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主任卡拉卡什在一份声明中警告国际社会，尤其是突厥世界，要提高警惕，避免中国同化和欺骗。他说，最初中国人以奴隶和善人的身份进入了我们的国家东突厥斯坦，我们突厥人的友谊和好客，最终使我们成为了中国的殖民地。我们不希望我们的突厥同胞遭到和我们一样的苦难。我呼吁全世界要提高警惕，团结起来，反对中国的扩张政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将利用本月的联合国大会，游说各国就维吾尔穆斯林受到的压迫向中国喊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堪萨斯州立大学发表演讲后，一名观众问他美国将如何结束中国对维吾尔人的压迫。他回答说，做的还很不够，因为压迫还在继续。本月第3周将召开联合国大会，会有一系列会议举行，我们将借此机会努力联合其他国家，一起向中国喊话。阿尔巴尼亚一位教授兼记者在结束中国官方安排的新疆采访之旅后，发出大量采访视频及录制评论视频，皆东突厥斯坦确有大量集中营存在。阿尔巴尼亚教授和记者奥里斯·贾斯赫本月6日参加了在伊斯坦布尔法提赫苏丹大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这次活动由维吾尔学者协会组织。面对他所看到的一切，他感到震惊。他说，我在所看到的面前几乎发疯，我对这些经历印象非常深刻。他只难以想象21世纪还有中共这样的政权。其实，香港特首宣布正式撤回引渡法案。香港示威者表示不会停止抗议活动，他们认为政府的回应太晚和太少。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与香港立法议会和中国人民代表大会议员的会晤中宣布，将取消引起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引渡中国法案。虽然林郑月娥已经实施了抗议者的主要要求之一，但抗议者说这一步太小而且太晚，并宣布他们将继续示威。抗议者的其他要求是，示威活动不被称为叛乱，释放所有被捕的抗议者和香港人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据称，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当局将限制入境该国的难民人数。据《纽约时报》援引2名白宫高级官员的报道，这些官员暗示特朗普政府计划规范难民入境美国，限制因饥饿、战争或政治压力逃避美国的难民人数。报告说，在最近几周在白宫举行的会议期间，一名高级官员提议，除紧急情况以外不再接受难民。会议上有官员提出了将入境难民人数限制在1万至1万5千人的建议。